有冇發現，人到中年之後，明明生活冇大風大浪，日子算係安穩平淡，家人都尚且安好，偏偏你嘅身心就一日比一日疲累，心情一日比一日灰暗，狀態一日比一日頹喪。好多中年女人都有呢種疑惑，自己半生勤懇，處處顧家，事事盡心，從未偷懶，從未刻薄他人，從未懶散度日，日日為柴米油鹽操心，為兒女前程奔波，為家庭和睦遷就。明明冇做過虧心事，冇享過幾多福，點解偏偏滿身疲累，氣息枯槁，心事重重，夜夜失眠，事事煩躁，常常鬱悶，身邊嘅人都話你福氣不淺，有家有室，兒女健全，生活穩定，應該知足常樂，舒心度日。唯有你自己心知肚明，內心深處藏住訴不盡嘅委屈，說不出嘅無力，道不明嘅糾結。外人只見你表面嘅安穩，卻從未見過你深夜獨自嘆氣，暗自落淚，獨自消化情緒嘅模樣。只羨慕你平淡嘅生活，卻唔知你長年累月陷入情緒內耗，被瑣碎磨盡溫柔，被怨氣耗盡福氣。到底係邊度錯咗？係生活太苛刻，係身邊人太冷漠，抑或係自己天生命運坎坷？其實走過半生先至慢慢察覺，大多數中年女人嘅衰敗、憔悴、疲累與不甘，從來都唔係窮，唔係苦，唔係生活磨難，而係太中意動氣。好多無聲嘅崩潰、無端嘅病痛、無解嘅煩惱，都源自一點一滴積落嚟嘅怨氣、鬱結同執念。呢個隱形嘅殺手，靜靜吞噬你嘅容顏，消耗你嘅健康，打散你嘅福氣，而你一直被蒙在鼓裏，從未真正看清真相。好多女人活到中年，先至慢慢發覺，人生最大嘅虧蝕，從來唔係賺得少、過得平凡、冇人寵愛，而係日日動氣，時時鬱結，時時較真，半生奔波，半生勞累，為家庭、為子女、為伴侶、為親友，耗盡青春，磨盡溫柔，透支身心，最後換來嘅唔係體面安穩、舒心自在，反而係滿身勞損、滿心疲憊、滿腹怨氣。回望過往歲月，先至徹底醒悟，女人一生最大嘅敵人，從來唔係生活嘅艱辛、婚姻嘅瑣碎、旁人嘅非議，而係自己控制唔到嘅脾氣、放不下嘅執念、解不開的心結。中年之後，閱人無數，歷事萬千，看透人情冷暖，悟透世事無常，先真正明白一個最樸素亦最真實嘅道理。女人所有嘅容顏衰老、身體病痛、情緒內耗、人生坎坷，大半都係氣出嚟，動一次氣就消耗一次心神，喐一次結就積累一次淤堵，執一次念就透支一次人生。世間萬事有得有失，有順有逆，有好有壞，本就是常態。偏偏太多中年女人習慣將所有瑣碎擺入心，將所有委屈記在心，將所有是非掛在心，日日糾結，夜夜難眠，時時動怒，不知不覺間就將自己嘅福氣氣散，將自己嘅身體氣傷，將自己嘅日子氣壞。年輕嘅時候，女人可以任性，可以衝動，可以喜怒形於色，氣過就算，喐過就散，執過就放，身心修復極快。縱然偶爾發脾氣、鬱悶心結，都唔會留下太深嘅痕跡。可一旦踏進中年，身體機能逐漸下滑，心神精力日漸匱乏，生活壓力層層堆積，早已經冇多餘嘅氣力去消化情緒、化解怨氣、撫平波動。呢個年紀嘅每一次動氣，都唔係一時嘅情緒發泄，而係對身心嘅長久消耗。每一次較真，都唔係一時嘅執拗，而係對人生嘅無端浪費。我哋身邊太多中年女性
日日陷入無謂嘅情緒輪迴，為伴侶嘅粗心大意動氣，為子女嘅叛逆不懂事鬱結，為長輩嘅觀念分歧執念，為親友嘅冷淡薄情傷心，為陌生人嘅無禮較真，為生活嘅瑣碎煩惱。日日都有值得嬲嘅事，時時都有值得喐嘅人，夜夜都有值得煩嘅念頭。看似係世事紛擾，運氣不佳，實則係自己唔識養心，唔識控情，唔識放下。岑日飛常言，人生下半場拼嘅從來唔係財富、地位、容貌、機遇，而係心態、氣度、心境、狀態。尤其係女人，中年之後嘅人生層次、生活質素、健康福氣，全憑少動氣、多養心六字撐起。一個女人最大嘅本事唔係賺大錢撐起頭家萬事強勢，而係歷盡滄桑依然心平氣和，飽經磨難依然溫柔從容，看透世事依然不怒不怨。好多人誤以為養顏靠護膚，補身靠進補，享福靠運氣。其實世間最平價、最有效、最頂級嘅保養，從來都係養心。心靜則氣順，氣順則血通，血通則顏潤，顏潤則福來。心若安寧，萬事皆順；心若浮躁，萬事皆亂；心若鬱結，百病皆生。呢個世間所有嘅美好，所有嘅福氣，所有嘅順遂，都只會流向心平氣和、心境通透、心懷溫柔嘅人。人到中年，先至慢慢睇透世間九成嘅煩惱、九成嘅怨氣、九成嘅內耗，都係自找嘅。好多事根本唔值得動氣，好多人根本唔值得較真，好多矛盾根本唔值得糾結。你執着就處處係枷鎖，你放下就時時係清歡，你動氣就日日係煎熬，你平和就年年係安穩。中年女人最常犯嘅錯就係太過善良、太過負責、太過較真、太過敏感，對家庭事事操心，處處顧及，樣樣認真，容唔得半點紕漏，少許瑕疵。對身邊人處處體諒，時時包容，樣樣遷就，最後換來嘅唔係珍惜感恩，反而係理所當然得寸進尺，對自己日日苛責，夜夜內耗，時時焦慮，從未好好體諒自己，善待自己，寬待自己。為伴侶動氣係中年女人最無謂嘅消耗。婚姻走到中年，早已褪去熱戀嘅轟轟烈烈，新婚嘅溫柔甜蜜，剩下嘅全係柴米油鹽嘅瑣碎，朝夕相處嘅磨合，平淡日子嘅沉澱。好多夫妻走到最後唔係恩愛相守，而係日日爭拗，時時挑剔，處不來又分不開。女人總會因為伴侶唔夠體貼、唔夠細心、唔夠浪漫、唔夠體諒而心生怨氣，因為對方嘅懶惰、敷衍、沉默、固執而動怒，日日為瑣碎小事爭吵不休，內耗不止。可歲月會慢慢教識你，中年婚姻最需要嘅從來唔係完美伴侶、甜蜜日常、浪漫情懷，而係互相體諒、彼此包容，少啲計較，少啲動氣。人無完人，事無完美，你有你的缺陷，佢有佢嘅不足，你較真到底，動氣到底，最後傷嘅唔係對方，只係自己嘅心神、自己嘅身體、自己嘅日子。你發脾氣，對方頂多煩一陣，唔爽片刻，轉眼就煙消雲散，而你自己會耿耿於懷，夜夜難眠，鬱結難消，積累成傷，沉澱成病。婚姻嘅真相從來都係互相湊合，彼此包容，慢慢磨合。冇人嘅婚姻日日甜蜜，樣樣順心，毫無矛盾。那些看似恩愛和睦嘅夫妻，只係雙方都懂得體淡，懂得放下，懂得唔動氣，唔好再執着對方嘅不足，挑剔對方嘅缺陷，糾結對方嘅疏忽。與其日日爭吵內耗，動氣傷身，
不如體淡得失，放下執念，平靜相處。中年夫妻和氣先能夠生財，心安先能夠度日，包容先能夠長久。為子女動氣係中年女人最傻嘅執念。大半輩子，女人為子女操勞奔波，無私奉獻，事事操心，處處擔憂，將所有嘅心血、所有嘅期盼、所有嘅愛都傾注喺孩子身上。孩子懂事乖巧，學業進步，就滿心歡喜，倍感欣慰。孩子叛逆頑劣，懶惰懈怠，不聽勸導，就瞬間動氣，滿心焦慮，日夜憂愁。好多媽媽嘅脾氣，好多女人嘅怨氣，大半都係為子女而起。可走到中年，經歷過青春期孩子嘅叛逆，體會過育兒嘅無力，看透過成長嘅無常，先至明白每個孩子都有自己嘅成長節奏，自己嘅人生造化，自己嘅命運軌跡。你可以盡心養育，用心引導，耐心陪伴，卻唔可以強行掌控，過度苛求，事事干預。孩子嘅人生終歸屬於孩子自己，你再操心，再動氣，再焦慮，都無法替代佢成長，無法改變佢軌跡，無法規避佢風雨。過度為子女動氣，只會帶來三重傷害：傷自己嘅身心，破壞親子關係，影響孩子心性。你日日暴躁、動怒、焦慮、鬱結，孩子只會心生抵觸，內心壓抑，性格敏感，反而越發叛逆，越發懈怠，越發不懂事。而你自己長期氣鬱於胸，積怨在心，失眠、體虛、煩躁、早衰接踵而來，用自己嘅健康換孩子嘅一時成長，最終只會兩敗俱傷，徒留遺憾。聰明嘅中年女人到咗一定年紀，一定會慢慢放下對子女嘅過度期盼、過度操心、過度掌控，接受孩子嘅平凡，包容孩子嘅缺陷，尊重孩子嘅選擇，順應孩子嘅成長，盡人事，聽天命，用心陪伴，溫柔引導，其餘嘅交俾歲月，交俾造化，交俾時光。少為孩子動氣，先係成全孩子、善待自己、圓滿家庭最好嘅方式。為長輩親友動氣，係中年女人最無謂嘅內耗。家家有本難念嘅經，人人有自己嘅執念、自己嘅局限、自己嘅性情。長輩有長輩嘅固執，親友有親友嘅自私，旁人有旁人嘅無知。世間人心萬千，性情各異，格局不同。你唔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懂你、體諒你、善待你、認同你。好多中年女人總會因為長輩嘅偏頗、親友嘅冷淡、熟人嘅是非、旁人嘅閒言而心生怨氣，耿耿於懷，覺得自己真心待人、盡心付出，換來嘅卻係冷漠、疏遠、非議、虧待。於是越想越氣，越念越鬱，越執越苦。可人心本就善變，人情本就無常，世事本就難圓。唔係所有付出都有回報，唔係所有真心都被珍惜，唔係所有善良都被善待。人到中年，最通透嘅覺悟就係不再強求人心，不再執着人情，不再糾結對待。別人待你好，便珍惜回報；別人待你薄，便淡然遠離；別人有偏見，便坦然無視；別人講是非，便靜心聽過。不必爭辯，不必較真，不必怨懟，不必動氣。層次唔同，不必為辯；認知唔同，不必為爭；格局唔同，不必為氣。對於身邊所有嘅人與事，合得來便相處，合唔來便疏遠。看得順便珍惜，看唔順便看淡。有緣便相守，無緣便隨緣。唔好再為不值得嘅人動怒，唔好再為無關緊要嘅事鬱結，唔好再為已經過去嘅事耿耿於懷。人生短短數十載，
中年之後更係餘生無多。寶貴嘅心神、有限嘅光陰，應該留俾值得嘅人、值得嘅事、值得嘅自己，而非浪費喺無謂嘅人情紛擾、是非爭拗之中。女人嘅衰老從來唔係從皺紋開始，而係從心死、氣鬱、念執開始。長期動氣嘅女人，面相一定憔悴，心神一定疲憊，氣場一定低迷，日子一定淒涼。中醫常講，怒傷肝，思傷脾，憂傷肺，鬱傷心。所有嘅負面情緒，所有嘅無端怨氣，所有嘅長期內耗，最終都會一一反噬自身，化作體內嘅淤堵，身上嘅病痛，臉上嘅滄桑，人生嘅坎坷。你發一次大火，肝氣鬱結3日；你屋一次長嘆，心神耗損數日；你執一次舊事，睡眠紊亂數夜。日積月累，氣滯血瘀，心神不寧，睡眠不佳，內分泌失調，膚色暗沉，皺紋加深，氣息枯果，體質虛弱。呢啲歲月留低嘅痕跡，從來都唔係歲月無情，而係自己長期動氣、長期內耗、長期苛責自己換來嘅結果。反觀那些越活越年輕、越活越通透、越活越有福氣嘅中年女人，並非佢哋人生一帆風順、萬事如意、冇煩惱、冇坎坷，而係佢哋懂得收斂脾氣、調節情緒、放下執念、靜心養己。遭遇不公唔會暴露，遇到紛擾唔會慌亂，遇見錯人唔會糾結，遇到難事唔會消沉。縱然歷盡風雨，飽經委屈，看盡冷暖，依然守住一顆平和溫柔、從容淡定嘅心。中年女人一定要深知，脾氣唔好係自己最大嘅短板，心氣唔順係人生最大嘅隱患，內耗不止係福氣最大嘅殺手。你嘅脾氣藏住你嘅運氣，你嘅心境決定你嘅命運。你嘅氣度撐起你嘅福氣，脾氣越溫和，運氣越順遂，心境越平靜，日子越安穩，氣度越寬廣，人生越富足。小動氣先係女人最高級嘅自律。好多人以為自律係節食、係運動、係勤力、係克制慾望，其實真正嘅頂級自律係情緒自律、心態自律、念頭自律。能夠掌控自己脾氣、化解自己怨氣、平復自己情緒嘅女人，先係真正掌控人生嘅人。人世間所有嘅風雨波折、是非紛擾、人情冷暖，都係外在嘅浮雲。真正影響你一生嘅，永遠係你內心嘅狀態。你心躁，萬事皆煩；你心亂，萬事皆難；你心窄，萬事皆苦；你心寬，萬事皆順。與其費盡心力改變環境、改變他人、改變世事，不如靜心改變自己嘅心境，調整自己嘅脾氣，放下自己嘅執念。人到中年，慢慢就會明白，世事無完美，人心無純善，人生無順遂。所有嘅遺憾、所有嘅缺陷、所有嘅不如意，都係人生嘅常態。接受世事無常，先能夠心平氣和；接受人心難測，先能夠不怨不怒；接受人生缺陷，先能夠從容度日。從今往後，學會為自己養心，為自己留氣，為自己惜福。面對生活嘅瑣碎，少啲挑剔，多啲包容；面對他人嘅過錯，少啲計較，多啲體諒；面對人生嘅不如意，少啲抱怨，多啲坦然；面對無謂嘅是非，少啲爭拗，多啲淡然。唔好再拿別人嘅錯處懲罰自己，唔好再拿過往嘅遺憾折磨自己，唔好再拿未來嘅未知焦慮自己。別人錯係別人嘅修養唔夠，你唔需要跟住動氣，跟住內耗，跟住沉淪。過往錯係時光嘅歷練，你唔需要耿耿於懷，反覆回味，自我苛責。未來未知
係人生嘅驚喜。你唔需要過度憂慮、提前焦慮、徒增煩惱。中年女人嘅養心之道，首先在於靜，心靜先可以萬事清。人到中年，最珍貴嘅唔係熱鬧喧囂、人情往來、名利紛爭，而係內心嘅清靜、日子嘅安寧、情緒嘅平穩。世間太多煩惱，都源自心太躁、念太雜、欲太多。心躁則容易動氣，念雜則容易內耗，欲多則容易痛苦。學會靜心係中年女人最好嘅修行。每日留少少時間，遠離喧囂，遠離手機，遠離是非，靜落嚟睇書、品茶、沉思、放空，放下瑣碎嘅牽掛、雜亂嘅念頭、多餘嘅慾望，讓紛擾嘅心慢慢沉澱。讓浮躁嘅情慢慢平復，讓疲憊嘅身慢慢放鬆。心靜之後，你會發現好多值得動氣嘅事其實微不足道，好多值得糾結嘅人其實不值一提，好多值得煩惱嘅事其實過眼雲煙。其次在於寬，心寬先可以萬事順。人心如容器，心窄則滿載煩惱，處處淤堵；心寬則容得風雨，立得美好。中年之後，要慢慢修煉一顆寬容之心，容得他人嘅不足，容得世事嘅缺陷，容得人生嘅不完美。唔好同人爭輸贏，唔好同人辯對錯，唔好同人計算得失。爭贏咗道理，輸咗感情，耗咗心神，傷咗自己，從來都係最蝕本嘅買賣。學會退一步，讓一寸，淡一分。唔係懦弱，唔係認輸，唔係妥協，而係通透，係智慧，係自保。寬待他人，其實最終係寬待自己；原諒世事，其實最終係成全自己。再者在於淡，心淡先可以萬事安。中年女人嘅痛苦，大多源自太過執着，太過看重，太過渴求。執着感情就會為情所困。執着得失就會為事所累，執着他人認可就會為人所煩，執着完美就會為缺陷所苦。人到中年，要慢慢學會看淡一切，看淡名利就唔會為得失動氣，看淡人情就唔會為聚散傷心，看淡是非就唔會為爭拗內耗，看淡完美就唔會為缺陷糾結。世間萬物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名利、財富、人情關係、是非得失，終歸塵煙。唯有當下嘅安穩、內心嘅平和、身心嘅健康，先係屬於自己嘅真實幸福。最後在於放，放下執念，放下怨氣，放下過往，放下苛求。好多女人半生疲累，滿心鬱結，只係因為唔肯放。唔肯放下過往嘅委屈，唔肯放下他人嘅傷害，唔肯放下生活嘅不公，唔肯放下心中嘅不甘，死死抓住負面嘅回憶，糾結嘅往事，難過嘅經歷，反覆回味，反覆內耗，反覆傷害自己。其實過去嘅事，無論好壞，無論委屈，無論不甘，都已經成為過去，無法重來，無法改變，無法彌補。死死抓住唔放，唔會改變任何結果，只會白白消耗當下嘅時光，透支自己嘅身心，錯過眼前嘅美好。學會放下，唔係忘記，唔係原諒所有傷害，而係饒過自己，解脫自己，成全自己。放下怨氣，先可以留住福氣；放下執念，先可以收穫輕鬆；放下過往，先可以擁抱未來；放下苛求，先可以享受平凡。餘生漫漫，最貴嘅係自己，最淺嘅係世事，最短嘅係光陰，最真嘅係安穩。好多中年女人唔明白點解自己日日勞累，處處付出，事事操心，反而運氣越來越差，日子越來越苦，身體越來越差。答案其實好簡單：動氣好福，內耗損運，執念傷身，
一個長期暴躁、鬱結、敏感、較真嘅女人，氣場必然低迷，福氣必然稀薄，日子必然艱難。福氣從來都係自養嘅，唔係天賜嘅。你心平氣和，福氣自然常伴；你溫柔善良，運氣自然順遂；你豁達通透，日子自然安穩。女人最好嘅風水，從來唔係豪宅名車、珠寶首飾、名利地位，而係一顆平靜溫柔、寬容豁達、不怒不怨、不急不躁嘅心。人到中年，終於徹底醒悟，女人嘅一生最值得投資嘅，從來唔係外在容貌、衣物、飾品、物質財富，而係自己嘅心境、自己嘅情緒、自己嘅身心。好好養心，少動無謂嘅氣，少起多餘嘅念，少結無端嘅鬱，少生無謂嘅煩。唔好再為瑣事生氣，柴米油鹽嘅煩惱，日常相處嘅摩擦，雞毛蒜皮嘅小事，睇淡就過，放下就忘，隨緣就好，唔值得消耗心神，動搖情緒，損傷健康。人生本就短暫。中年之後更係時光寶貴，與其糾結細節、較真小事、鬱結瑣碎，不如睇開看淡，隨遇而安，舒心度日。唔好再為他人動氣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性情、自己嘅認知、自己嘅活法、自己嘅做法。你改變唔到任何人，亦無需要改變任何人，更無需要為任何人嘅錯處買單。為任何人嘅無知動怒，別人不善自有天收，別人不懂自有歲月教識。你只需要守好本心，過好自己，安好日常，適好自己足矣。唔好再為過往動氣，過往嘅傷、過往嘅委屈、過往嘅遺憾、過往嘅不公，都已經隨風遠去，執念無益，糾結無用，怨氣無補。與其沉淪過往，自我折磨，不如清空過往，重新開始，向暖而行，放下舊傷，先可以接住新福；清空舊鬱，先可以容納新暖。唔好再為未來動氣，未來嘅風雨、未來嘅未知、未來嘅坎坷、未來嘅變數，都未曾到來。過度焦慮、提前擔憂、無端恐慌，只會徒增煩惱，自尋內耗。人生最好嘅狀態就係活在當下，珍惜眼前，隨緣而行，盡力而為。今日有心安，明日自有福；今日有平和，明日自有順遂。中年女人嘅養心，唔係消極擺爛，唔係麻木冷漠，唔係妥協認輸，而係通透清醒、溫柔堅定、從容自保。係看透世事，依然熱愛生活，看盡冷暖，依然心存善良，歷經磨難，依然心懷溫柔，飽經風雨，依然從容淡定。養一顆靜心，遠離浮躁，遠離喧囂，遠離內耗。靜看花，開花落，閒觀雲捲雲舒，不慌不忙，不急不躁，安穩度日。養一顆寬心，包容缺陷，包容差異，包容世事，不計較，不執着，不怨懟，不較真，隨緣自度，自在隨心。養一顆軟心，溫柔待己，溫柔待人，溫柔待事，少啲剛烈，多啲溫潤，少啲刻薄，多啲慈悲。養一顆定心，遇事不慌，遇亂不亂，遇苦不悲，遇順不驕，守住本心，穩住情緒，安住歲月。當你慢慢學會少動氣，多養心，你會發現人生會悄悄變好，日子會慢慢變順，福氣會靜靜到來。你嘅容顏會越來越溫潤，氣息會越來越好，氣場會越來越溫暖，運氣會越來越順遂。身邊嘅是非會慢慢變少，生活嘅紛擾會慢慢消散，心中嘅煩惱會慢慢清零。從前總以為人生需要爭取，需要拼搏，需要較真，需要強勢，先可以活得體面，過得安好。活到中年先至明白，
人生下半場最強嘅力量係溫柔，最高嘅智慧係平和，最好嘅活法係養心，最貴嘅財富係心安。願每一個奔波半生、勞累半生、委屈半生嘅中年女人都可以早日睇透呢個人生真相，放下無謂嘅怨氣，清空多餘嘅內耗，捨棄多餘嘅執念，遠離無端嘅煩惱，好好養心，好好惜己，好好度日，好好享福，餘生不勞不怨，不急不躁，不糾不結，不慌不忙，以一顆平和通透之心度世間萬事萬物，度人間歲歲年年，活出自在，活出溫柔，活出福氣，活出安好。其實女人活到中年，早已經歷過人情冷暖，體會過世事無常，承受過風雨波折，看透過人心善變。年輕時嘅衝動任性、鋒芒不露、較真好勝，都係成長必經嘅過程。而中年之後嘅溫柔、平和、寬容豁達、從容淡定，先係歲月賜予嘅沉澱，人生修煉嘅成果。好多女人唔願意收斂脾氣，唔願意調整心態，唔願意放下執念，誤以為發脾氣係性情直率，較真係不肯認輸，動氣係不甘委屈。殊不知，真正嘅強者從來唔會被情緒操控，唔會被世事牽引，唔會被人心影響。真正嘅通透係明明看透所有虛偽，所有不公，所有缺陷，依然選擇溫柔，選擇平和，選擇從容。情緒穩定係中年女人最頂級嘅修養。你嘅情緒直接決定你嘅生活質素、家庭氛圍、人生走向。一個情緒暴躁、日日動氣、時時內耗嘅女人，必定養唔出陽光懂事嘅孩子，經營唔好和睦溫暖嘅家庭，過唔上舒心順遂嘅日子。反之，一個心平氣和、溫柔從容、少怒少怨嘅女人，能夠穩住家庭嘅氣場，撐起生活嘅溫暖，帶動身邊人嘅狀態，讓日子越來越順，家庭越來越暖，人生越來越福。中年之後，女人要慢慢戒掉三樣嘢：無謂嘅脾氣、多餘嘅情緒、無益嘅執念。唔好再將自己嘅情緒寄託喺他人身上，唔好再將自己嘅快樂綁定喺世事之上，唔好再將自己嘅心安依附喺人情之中。快樂自己給，心安自己守，福氣自己養，人生自己度。遇見難人不必爭辯，遠離就好；遇見難事不必糾結，放下就好；遇見委屈不必耿耿，釋懷就好；遇見坎坷不必消沉，坦然就好。人生嘅所有磨難、所有波折、所有委屈，都係修心嘅考驗、養性嘅歷練、成長嘅墊腳石。跨得過去就成長通透，睇得開來就自在安穩。養心嘅日子久咗，你會慢慢發現自己嘅睡眠變好咗，脾氣變柔咗，心結變少咗，煩惱變淡咗。從前耿耿於懷嘅事，而家可以一笑而過；從前動輒暴露嘅事，而家可以平靜面對；從前無端焦慮嘅事，而家可以坦然接受。呢種由內而外嘅輕鬆、通透、自在，係任何護膚品、任何補品、任何物質都換唔來嘅頂級狀態。女人嘅一生，短嘅係青春，脆嘅係容顏，虛嘅係名利，淺嘅係人情。唯有長久嘅心境、穩定嘅情緒、健康嘅身心、平和嘅狀態，先係陪伴自己一生嘅終極財富。青春會流逝，容顏會衰老，名利會消散，人情會變遷。唯有養好一顆溫柔從容、平靜寬厚嘅心，先可以抵擋歲月風霜，治癒人生所有委屈，撐起餘生所有安穩。人到中年，不再追求轟轟烈烈，不再渴求人人理解，不再執着事事完美，
不再羨慕他人風光。慢慢懂得，最好嘅人生狀態係心無雜念，身無病痛，家無是非，日無紛擾。最好嘅自我修養係少動怒，少抱怨，少內耗，少執念。最好嘅餘生光景係心安心靜，自在隨緣，溫柔度日，安然向暖。願世間每一位歷盡千帆，默默堅持，溫柔善良嘅中年女人都可以與自己和解，與歲月言和，與生活妥協，放下半生怨氣，清空半生內耗，捨棄半生執念。從今往後，用心養心，用善待人，用淡處事，用柔度日，不被情緒拖累，不被世事煩擾，不被人心消耗，不被歲月辜負，靜靜養顏，慢慢享福，安安穩穩度過餘生每一日。好多中年女人唔明白，情緒嘅累遠比身體嘅累更折磨人。日間勞動，打理家務，奔波生活，身體嘅疲累，瞓一覺，休息一日就可以慢慢恢復，但心中嘅怨氣、鬱結、不甘會日日夜夜纏繞住你，晝夜不停消耗你嘅心神。你會發現自己明明冇做重活，冇受大苦，卻成日覺得身心俱疲，提不起勁，對生活冇熱情。其實呢一切都係長期情緒內耗、頻繁動氣累出嚟嘅結果。中年女人最可憐嘅地方，在於習慣咗獨自硬撐，面對委屈唔願意同父母訴苦，怕長輩擔心傷心；面對無力唔願意同伴侶傾訴，怕得不到體諒，反而惹來爭拗；面對煩惱唔願意同朋友吐槽，怕旁人閒言閒語，覺得自己矯情；面對迷惘唔願意同子女講解，怕影響孩子嘅心境與前程。就呢樣，所有嘅情緒全部收埋心底，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，慢慢消化。開心唔敢大肆歡喜，委屈唔敢盡情釋放，難過唔敢隨意落淚。日積月累，心就慢慢變得沉重、陰鬱、敏感。你要明白，情緒就好似積水，長期積聚唔疏通，只會發臭發霉，滋生百病。怨氣就好似塵埃，長期堆積唔清理，只會遮蓋光亮，暗淡人生。好多女人嘅更年期不適，內分泌紊亂，頭痛失眠，胸悶氣滯，唔係身體自然衰老嘅必然結果，而係數十年來積落嘅情緒淤堵。你每一次強忍嘅委屈，每一次壓抑嘅怒火，每一次藏起嘅難過，都唔會憑空消失，只會悄悄沉積喺體內，成為日後困擾你健康嘅隱患。從前嘅我都同好多中年女人一樣，凡事較真，事事上心，處處動氣，會因為伴侶唔記得節日，唔懂得體諒辛勞而耿耿於懷幾日，會因為孩子一次考試失利，一頓飯唔聽話，一點小事叛逆而大動肝火，整夜難眠，會因為親友一句無心嘅說話，旁人一點輕微嘅怠慢而心生芥蒂，反覆琢磨，會因為生活一點點唔順心，日子一點點唔完美而怨氣滿胸，消極頹廢。後來先至慢慢醒悟，呢啲看似讓人憤怒、委屈、難過嘅小事，根本唔值得我哋耗費寶貴嘅心神，透支難得嘅健康，浪費短暫嘅餘生。人生在世，最貴嘅係自己嘅身心，最廉價嘅就係無謂嘅脾氣。你同小事計較，小事就會變成大事；你同爛人糾結，爛事就會層出不窮；你同生活動氣，生活就會日日苦澀。中年之後，女人一定要識得饒過自己。呢世間冇人可以事事周全，樣樣完美，人人滿意。你做得再好，都會有人挑剔；你付出再多，都會有人唔珍惜；你再善良體諒，都會有人覺得理所當然。與其執着於人人懂你，
事事順心，處處完美，不如學會自我寬容、自我和解、自我治愈。好多女人動氣嘅根源係太過善良、太過負責、太過有責任感，總覺得家庭需要自己撐住，孩子需要自己呵護，瑣碎需要自己打理，矛盾需要自己化解。於是事事攬上身，樣樣自己扛，從唔願意麻煩人，從唔願意推卸責任，最後熬壞咗身體，磨盡咗熱情，耗盡咗快樂。反而身邊啲唔計較、唔操心、唔動氣嘅女人，日日輕鬆自在，氣色紅潤，福氣滿滿。呢個道理我哋一定要早啲睇透。家庭從來唔係一個人嘅戰場，生活亦都唔係一個人嘅修行。你越係事事包攬，處處較真，時時動氣，身邊人就越係習慣依賴、懶惰、冷漠。你越係學會放手，學會看淡，學會小氣，身邊人先會懂得體諒，願意分擔，學會珍惜。中年女人嘅養心，從來唔係消極避世，唔係得過且過，唔係放任不管，而係分清主次，拎清輕重，懂得取捨。對於家庭瑣碎，做得好就欣慰，做唔好就隨緣。對於子女成長，盡力陪伴就無憾，無需強求完美。對於伴侶相處，互相體諒就知足，無需苛求體貼入微。對於人情往來，真心相待就足夠，無需強求回報。好多人話女人結婚之後就失去咗自己，其實真正讓你失去自己嘅，從來唔係婚姻，唔係家庭，唔係子女，而係你日日嘅內耗、頻繁嘅動氣、無謂嘅執念。你將所有時間、所有精力、所有情緒都擺喺人哋身上，唯獨忽略咗自己，自然會活得越來越卑微，越來越疲累，越來越冇自我。餘生最清醒嘅活法就係情緒自導，福氣自養，人生自洽。唔好再將快樂寄託喺他人嘅態度之上，唔好再將心安依附喺世事嘅順逆之上。你要明白，別人嘅態度、世事嘅變化、生活嘅瑣碎，都係外在嘅浮雲。真正決定你生活質素嘅，永遠係你自己嘅心態。心若寬容，萬事皆順；心若平和，萬事皆甜；心若通透，萬事皆安。同一件事，較真就係折磨，看淡就係風景。同一個人，執着就係傷痛，放下就係釋懷。同一種生活，動氣就係煎熬，平和就係清歡。中年之後，我哋要慢慢戒掉玻璃心，唔好再因為一句閒話耿耿於懷，唔好再因為一點挫折消極頹廢，唔好再因為一點缺陷怨天尤人。成年人嘅世界本就泥沙俱下，人情複雜，世事無常。有人讚美你，就有人詆毀你；有人珍惜你，就有人怠慢你；有人體諒你，就有人傷害你。呢啲都係人生常態，無需過度在意，無需過度糾結，無需過度動氣。你要記住，真正嘅修養唔係從來唔發脾氣，而係懂得控制脾氣，及時化解情緒。遇到唔順心嘅事，唔好即刻暴露，先靜心，深呼吸，沉澱幾分鐘，問自己一句：呢件事值得我傷身，值得我耗神，值得我失眠嗎？多數時候你都會發現，所謂嘅憤怒、委屈、不甘，只係一時嘅情緒衝動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養心嘅女人面上會慢慢變得溫潤柔和，長期心平氣和，少怨少怒少執少抖，肝氣順暢，氣血充盈，心神安穩，臉上嘅皺紋會變得舒展，暗沉嘅膚色會變得透亮，憂鬱嘅氣場會變得溫暖。呢種由內而外散發出嘅溫柔氣質，係任何昂貴護膚品都無法打造嘅頂級容顏。養心嘅女人，家庭氛圍一定溫木。女人係一個家庭嘅風水，一個家嘅主心骨。
女人心平，全家安穩；女人氣順，全家和睦；女人溫柔，全家溫暖。你少一分怨氣，屋企就多一分暖氣；你少一分暴躁，屋企就多一分安寧；你少一分內耗，屋企就多一分福氣。從來冇一個爭吵不休、怨氣滿溢嘅家庭可以養出福氣滿滿嘅家人，亦從來冇一個心平氣和、溫柔通透嘅女人會撐不起一個溫暖安穩嘅家。養心嘅女人，人生運勢一定越來越好。佛家常言，一念親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。人一旦動氣，心生親念，就會擾亂自身氣場，趕走身邊福氣，招惹世間難事。反之，一念善意起，萬般福運來。心懷溫柔、情緒穩定、豁達通透嘅人，自然會吸引美好，遇見貴人，順遂萬事。人到中年，終於識得人生最奢侈嘅保養，唔係敷幾多貴價面膜，食幾多滋補湯藥，買幾多名貴首飾，而係日日心平氣和，夜夜安穩好眠，時時心境通透，事事隨緣釋懷，身體無病痛，心中無怨氣，生活無紛擾，日子無煎熬，就係中年女人最好嘅狀態，最珍貴嘅福氣。從今往後，願所有辛苦半生、默默付出、溫柔善良嘅中年女人都可以放下執念，清空怨氣，停止內耗，好好釋機，唔再為小事動氣，唔再為爛人糾結，唔再為過往傷心，唔再為未來焦慮，以一顆平靜、溫柔、寬容、豁達、自在隨緣嘅心，好好養顏，好好養心，好好生活，好好享福，讓餘生嘅每一日都溫柔順遂、安穩自在、福氣滿盈。好多中年女人步入40-50歲之後，最明顯嘅變化唔係容顏衰老、體力下降，而係心裏越來越累，心事越來越重，快樂越來越少。明明生活比起從前富足安穩，冇咗年輕時嘅顛沛流離、艱苦打拼，反而越活越壓抑，越活越迷茫，越活越唔開心。好多人將呢種狀態歸咎於更年期，歸咎於生活壓力，歸咎於運氣唔好。其實最深層嘅原因係數十年來從未好好善待自己，一味付出，一味遷就，一味內耗，將所有溫柔同體諒都俾咗身邊人，唯獨將所有委屈同苛責都留俾自己。中年女人嘅一生好似永遠都在為別人而活。年輕時為父母而活，聽從安排，懂事孝順，從唔敢任性。結婚後為家庭而活，為丈夫操勞，為子女奔波，為瑣事耗神，將自己嘅需求、喜好、情緒通通壓低、隱藏、捨棄。一世人都在做別人眼中嘅好女兒、好妻子、好媽媽，唯獨忘記做最真實嘅自己。日積月累，心裏嘅遺憾、委屈、不甘層層堆積，慢慢就變成怨氣，變成內耗，變成解不開嘅結，讓你日日被困喺情緒入面，無法自拔。我哋要永遠記住，女人嘅福氣從來唔係別人俾嘅，而係自己養出嚟嘅。女人嘅快樂從來唔係外界賜嘅，而係自己撈返來嘅。你一味忍讓，一味包容，一味動氣，只會讓身邊人習慣你嘅付出，忽視你嘅情緒，輕視你嘅感受。你學會收斂脾氣，調整心態，善待自己，先會慢慢撿回快樂，重拾狀態，積攢福氣。中年之後一定要戒掉過度懂事。太多女人嘅痛苦都源於太懂事、太體諒、太善解人意。遇到矛盾先忍讓嘅係你，遇到委屈先退讓嘅係你，遇到責任先承擔嘅係你，遇到虧損先認輸嘅都係你。你以為懂事係善良，其實
係對自己最殘酷嘅消耗。過度懂事嘅女人最容易受傷，最容易心累，最容易福氣稀薄，因為你永遠都在成全別人，永遠都在虧待自己。從今往後，唔好再做一味付出嘅老好人，要做冷暖自知嘅通透人。對值得嘅人真心相待，溫柔相守；對不值得嘅人淡然遠離，不必糾結。對善意嘅人報之以溫柔，對冷漠嘅人報之以疏離，對傷害你嘅人報之以釋懷與遠離。唔好再強求人人懂你，人人識你，人人善待你。世事本就無常，人心本就難測。有人喜歡你，就有人討厭你；有人感恩你，就有人辜負你。呢啲都係人生常態，無需動氣，無需耿耿，無需內耗。好多女人成日話我都想心平氣和，但生活總係逼我動氣。其實真正逼你動氣嘅，從來唔係生活本身，而係你嘅執念、你嘅期待、你嘅不甘。你期待伴侶體諒你，所以佢一疏忽你就委屈動氣；你期待子女懂事優秀，所以孩子一叛逆你就焦慮暴躁；你期待親友真心相待，所以旁人一冷淡你就失落鬱結。所有嘅情緒波動都源於你對他人過高嘅期待。人到中年最清醒嘅斷捨離就係斷絕對他人嘅過高期待。唔好再期待別人改變，唔好再期待別人體諒，唔好再期待別人懂你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人生軌跡，都有自己嘅性格缺陷，你改變唔到任何人。與其執着改造他人，強求真心，不如放下期待，隨緣相處，專注自己。當你唔再對任何人抱有奢望，你就唔會再有失望，唔會再有委屈，唔會再有無謂嘅怨氣。養心嘅最高境界係無所期待，隨遇而安。無期待就無失望，無強求就無痛苦，無執念就無內耗。面對伴侶唔苛求浪漫體貼，只求互相陪伴，各司其職。面對子女唔苛求功成名就，只求平安健康正直善良。面對親友唔苛求真心相待，只求禮尚往來平淡相處。面對生活唔苛求一帆風順，只求平安喜樂日日安穩。中年女人仲要學會唔好將自己嘅情緒寄託喺閒言碎語之上。生活入面總有好多無事生非嘅閒言，片面主觀嘅評價，搬弄是非嘅閒話。身邊總有一啲人中意睇住別人嘅生活說三道四，憑住一知半解就隨意評價你嘅為人，隨意定義你嘅生活，隨意詆毀你嘅付出。佢哋唔知道你日夜嘅操勞，唔明白你內心嘅委屈，唔體諒你處事嘅無奈，只憑隻言片語、表面現象就隨意對你的人生指指點點。好多中年女人偏偏就最在意呢啲無關緊要嘅聲音，別人一句閒話就反覆琢磨，輾轉難眠；別人一個質疑就自我懷疑，心生焦慮；別人一點否定就情緒低落，鬱結多日。其實旁人嘅閒言碎語從來都唔係真實嘅你，只係佢哋眼界狹窄、認知有限、心態失衡嘅投射。層次低嘅人先會熱衷於議論他人、消耗他人、詆毀他人。佢哋自己生活過得平庸乏味、一地瑣碎，先會靠打探別人隱私、講別人是非、踩低別人嚟獲取虛幻嘅優越感。你越係在意，越係糾結，越係動氣，佢哋就越係得意，越係肆意，越係變本加厲。你為閒言動怒，為非議內耗，為評價自卑，從頭到尾都係用別人嘅無知狠狠懲罰自己，消耗自己，辜負自己。人到中年，最清醒嘅覺悟就係學會耳不聽閒事，心不記閒話，情不隨人言。
你的人生、你的日子、你的付出、你的為人，從來唔需要旁人認證，唔需要外人評價，唔需要大眾認可。日子係過俾自己嘅，舒服與否、安穩與否、幸福與否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旁人從未真正走進你的生活，看透你的不易，體會你的辛酸。與其浪費心神辯解、較真、生氣，不如淡然一笑，置之不理，隨風而散。懂你的人無需你多言，無需你辯解，自然體諒你的難處，認可你的善良。不懂你的人，縱然你句句真誠，事事坦蕩，佢哋依舊會偏聽偏信，執意誤解，是意非議。世間萬事，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。時間會替你辯解，歲月會還你清白，從來唔需要你耗費情緒、浪費時間、透支健康去爭一時輸贏、辯一時對錯。慢慢你就會發現，當你不再在意閒言碎語，不再理會旁人非議，不再執着他人看法，你嘅心會變得無比輕鬆、無比通透、無比自在。你不再因為外人嘅一句話動氣，不再因為無關人嘅態度內耗，不再因為外界嘅噪音迷惘，只專注於自己嘅生活、自己嘅心境、自己嘅幸福，日子自然越過越順，心態自然越來越好，福氣自然越積越厚。太多女人嘅動氣都源自生活太急、心太躁，趕住做家務，趕住督促孩子，趕住打理瑣事，趕住追逐結果。一旦事情不如預期，進度有所延誤，結果稍有缺陷，就即刻心浮氣躁，動怒發火，滿心煩躁。其實生活從來唔需要步步趕路，事事完美，樣樣急促。適當放慢腳步，放鬆心境，放下焦慮，先係中年最好嘅活法。飯慢慢食，先能養脾胃；事慢慢做，先能少出錯；路慢慢行，先能賞風景；心慢慢靜，先能養福氣。放慢腳步，唔係懶惰，唔係懈怠，唔係消極，而係通透嘅智慧、溫柔嘅自保、清醒嘅取捨。學會接受生活嘅節奏，接納萬事嘅緩急，容忍世事嘅不順。唔再為趕時間焦躁，唔再為小失誤動氣，唔再為慢進度內耗。心靜下來，福氣自然就留得住。除咗心境要慢，做人仲要學會斷開情緒。好多中年女人有一個通病，就係習慣將一日嘅瑣碎累積起身，將一時嘅不快無限放大。早上有少少唔順心，就煩足一日。中午有少少爭拗就屈足整日，晚上有少少遺憾就失眠整夜。情緒從來唔懂及時清零，只會日積月累，層層堆疊，最後小小嘅事都會變成大心結，輕微嘅不如意都會引發大崩潰。其實情緒最需要嘅係及時斷捨離。今日嘅煩惱就止於今日，此刻嘅委屈就停於此刻，一時嘅爭執就過即放下。夜晚瞓覺前，清空所有怨氣、所有不甘、所有煩憂，唔好帶住情緒入睡，唔好帶住執念過夜，唔好帶住委屈度日。瞓一覺醒來，又是全新嘅一日，舊嘅煩惱隨夜散去，新嘅美好隨潮而來。懂得及時切斷負面情緒，先係最高級嘅情緒自律。你要明白，情緒就像潮水，有起有落，有漲有退，唔需要抗拒，唔需要壓抑，唔需要執着。來時坦然面對，去時淡然放手，不被情緒牽住走，不被煩惱綁住心，先可以守住自己嘅平和，保住自己嘅健康，留住自己嘅福氣。人到中年，仲要識得區分值得與不值得。人世間嘅事大致分為兩種，一種係值得上心、值得珍惜、值得付出嘅事，
一種係不值得動氣、不值得糾結、不值得內耗嘅事。好多女人一生都搞錯咗重心，將大把心神浪費喺不值得嘅人與事之上，對爛事耿耿於懷，對爛人念念不忘，對缺陷反覆糾結，反而忽略咗身邊最珍貴嘅平安、健康、溫暖與安穩。慢慢你就會發現，當你真正做到少動氣、多養心，人生會迎來悄悄嘅蛻變，睡眠安穩，氣息紅潤，心境通透，日子順遂，身邊嘅是非遠離，矛盾消散，溫暖常伴，福氣常隨。你唔需要刻意討好，唔需要事事硬撐，唔需要處處較真，只需要守住一顆平和溫柔嘅心，自然能夠抵擋世間所有風霜，治癒人生所有委屈，擁有歲月所有溫柔。願世間每一位默默付出、溫柔堅韌嘅中年女人，都可以與生活握手言和，與自己溫柔和解，放下半生紛擾，清空半生內耗，捨棄半生執念，以平靜之心安身立命，以溫柔之心對待萬物，以寬厚之心包容世事，以通透之心過好餘生。從今往後，不慌不忙，不怨不怒，志在隨緣，溫柔向暖，養出滿心平和，養出滿臉溫潤，養出滿屋福氣，安安穩穩，舒心自在，度過餘生每一個朝暮。